當身家去到一定嘅情況下，其實買嘢係可以講情懷嘅，亦都係一個回憶。嗱，商鋪、寫字樓、公寓你睇得到啦，沙面獨棟你睇過未？今日咧就帶你穿越1946年嘅英法租界線。唔講咁多啦，嗱一聲衝入去啊！南洋騎樓嘅建築經典元素咧，成陣味係撲晒埋嚟嘅。呢一隻咧就叫做月洞門。嗱，以圓為主要形態，作為空間嘅隔斷，又可以實現到呢個視覺嘅連通。嚟第一間房啦，作為沙面百年租界史嘅實物載體啊，呢一種磚木結構咧係獨棟別墅，清末民初廣州對外嘅通商。嗱，地面鋪設咧就係呢一種嶺南特色嘅紅界磚，又叫陶土磚啊，係由傳統手工燒製而成嘅，真係好有歷史感。嗱，目前咧喺呢個沙面島上嘅私人獨立產權嘅民國獨棟咧，真係極其之少噶啦，基本上係揾唔到噶啦，你哋。其實沙面咧一早喺1996年嘅時候已經被列入咗全國嘅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噶啦。咁之後咧陸續又被認定為呢個歷史文化街區，而且呢家喺國家嘅4A 級風景區裏頭，成為咗全國保存得最完整嘅舊法租界線之一，同埋呢一個歐洲建築嘅博物館。既然講到博物館嘅話咧，咁我又講一講1859年入邊嘅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咧，英國同埋法國呢兩個國家咧，以恢復13項為由咧，係迫使我哋呢個清朝政府通過填海同埋呢個築堤嘅話咧，係開挖咗沙基涌同埋呢一個沙面與大陸隔開咗，成為咗一個獨立嘅小島嘅。嗱，並且咧喺1861年嘅時候咧，係簽訂咗呢個沙面租約協定，成為咗英法租界線西部4/5嘅英法界，東部1/5嘅租法界。透過呢個窗口嘅話咧，真係可以感受到我哋數十年前咧，喺呢一個沙面成為一個中國之國，10多個國家嘅領事館，包括匯豐銀行啦、30洋行啦，同埋10幾間洋行陸續係進駐嘅。教堂、俱樂部同埋呢一個游泳池等所有嘅公共設備咧，全部都形成晒呢一個3橫5縱嘅佈局啊，成為咗當時廣州嘅金融界嘅核心。嗱，呢一嚿孤品咧係593方，係屬於一個自宅性質。目前咧喺沙面島上咧，此類私人嘅獨立產權嘅民國獨棟，其實已經係極其少㗎啦。嗱，兼備咧係有文化保護價值同埋呢個商業活化嘅潛力喺入邊嘅。目前呢套稀世孤品咧係大降價嘅，你又會唔會為你心目中嘅情懷而埋單呢？